最近橫琴發生咗單慘事，大家一查就知啦。呢件事都同所有女仔敲醒安全警鐘。有相關安全研究顯示，夜晚出行嘅安全隱患遠高於日間。偏僻無人嘅小路，風險仲更加之比熱鬧嘅大路大得多。最令人擔心嘅，從來唔係單一細小危險，而係深夜、陌生環境、自身狀態差呢啲情況夾埋一齊。呢種機會性嘅危險，我哋一次都賭唔起。以下呢10條保命重點，女性一定要記實。第一，租屋搬新屋，第一時間換鎖、重置密碼，唔好留安全漏洞。第二，搭電梯先望清入面嘅人，覺得唔妥就等一等，遇襲就暗晒所有樓層，開門衝出去嗌救火比嗌救命更有用。第三，出街飲酒飲嘢，離開個視線就唔好再掂啦。頭暈唔舒服即刻去廁所催吐，連按手機5次電源鍵開 SOS。第四，發現俾人跟唔好返屋企，即刻衝入便利店或者商場，仲跟緊就即刻報警求助。第五，陌生人叫你去偏僻地方幫手，淨係幫佢打110，絕對唔會陪同㗎。第六，聚會臨時轉場，千祈唔好跟風。深夜加上攰，再加陌生環境，風險直接翻倍啊！第七，拍拖初期唔好亂講屋企地址、公司同出行路線。如果有人要地址送外賣，直接拒絕啦。第八，半夜聽到門外面有聲音，屋企單獨停電，千祈唔好開門，即刻打俾物業保安。第九，上門維修保潔，淨係信正規平台，核實身份，唔好幫襯小廣告或者私人推薦。第十，唔同持刀嘅人爭拗，平安永遠比真氣更重要。最後記住，平時要鍛煉身體，身體狀態好緊要㗎。袋裏面呢裝支強光手電筒防身啊！真係遇到危險，先護住頭、頸、肚、要害，保命為先。安全之後呢，即刻報警啊！了解危險唔係叫你驚，係為咗更安心咁生活。轉發俾身邊嘅姊妹，願每一位女性都平平安安。